大家好，我係金網前院線，繼續講考證研究。梧州歷史照片，中山路新西書本書館，今期係04.2。上期我哋後面就講到要通過研究呢張圖片嘅成面內容，從而定位呢一個目標建築 C 佢位於將軍路嘅邊一段位置。咁我哋喺03.3就已知道個洞係位於南莊路嘅永樂戲院，然之後呢嗰條路呢係呢個南華路嘅走向。咁我哋就諗 C 同 D 佢會唔會係同一條路呢？如果係同一條路嘅話呢 ，C 佢又係喺呢個南莊路。我哋放大呢一片區域，我哋見到呢度有兩棟啦，叫做豬啦，係嘛？豬嘅樓腳佢係似乎係喺 D 嘅東邊嘅，即係豬喺 D 嘅東邊。而且呢，呢個 C 啊、E 啊、F 豬啊，佢似乎係話我哋通過佢咁樣嘅呢一個建築外牆嘅呢一個走向，我哋似乎見到呢，佢似乎呢係共同構成一條路。而且呢一條路呢，佢應該係喺 D 嘅東邊嘅。儘管嗰度 E 同 C 可能佢唔係同一條路，即係意思就係話 E 咁樣衍生過去呢，佢可能係喺 C 嘅西邊，意思即係話 C 喺 E 嘅東 ，C 係更加東 ，E 係更加西，但係都冇所謂啦，即係佢似乎咧呢一條路咧，即係佢構成呢一條路都冇所謂啦。但係咧總體嚟講咧，呢一條路咧，佢係喺 D 嘅東邊嘅，係嘛？喺 D 嘅東邊嘅，咁樣咧，既然喺 D 嘅東邊嘅，咁呢一個 D 咧，呢一個咧係位於南莊路，所以咧我哋就猜測，假如嗰度咧佢構成同一條路咧，咁嗰條路咧佢有可能咧就係中山路，今日嘅中山路，因為咧再過去再往東嘅話咧，佢就係呢一個大東路啦。咁樣咧同呢一個 C 佢所講嘅將軍路咧係冇相符嘅，呢一個就係第一個猜測。再睇其他實景內容，我哋見到咧江邊咧有一棟 H， 有一棟好高嘅大廈，好高嘅。咁我哋睇到呢一個1930年嘅梧州紅柏咧，就見到江邊咧好少有咁高大嘅一棟樓嘅，咁就得一棟。咁呢一棟樓一放大睇咧，就係新西大酒店，所以咧嗰度咧係新西。我哋知道新西有咩意義呢？咁今日嘅新西同呢個火燭樓。佢假如你連起身佢唔係中山路，所以嘅話咧，我哋咁樣連一連，嗰條路佢冇話係中山路，咁樣咧 K 呢個位置即係中山西貢路口，佢呢一個位置咧，佢係位於 H 嘅東邊。咁喺舊照片當中，至於邊度係 K 我哋唔知，但係咧最起碼嘅話咧，佢要係喺個洞嘅最東邊，東幾多我哋唔知，可能拆開呢張相片又有可能喺嗰度位置咁。大致喺個度位置咁樣連一條線過嚟，嗰條線佢先至可能咧係中山路。所以咧，我哋知道 H 佢嘅意義就係排除開個條係中山路嘅可能，更加加強咧 H 嘅東邊嘅呢一條走向咧係中山路。所以咧咁樣咧符合我哋啱先嘅猜測，就係呢一個走向咧佢可能係呢個中山路。再揾到呢個1928年嘅梧州地圖。我哋見到呢嗰度有一條呢個水溝或者鳳生涌啦，咁通過對比又話嗰隻鳳生涌水溝呢係中山路嘅位置。咁好啦，重點嚟啦，嗰片水圖，我哋通過對比係呢一個今日嘅中山繁文路口，意思即係話今日嘅中山繁文路口 L 呢，佢係位於水塘之內，而且呢係喺水塘比較靠西端嘅位置。咁我哋知道呢個實質咧，我哋就可以對比翻呢張圖片。咁呢個水塘比較西嘅地方係嘛，大概就係呢度位置啦嚇。咁嗰度咧，可能就係今日嘅呢一個中山繁文路口，因為嗰度係南華路啊嘛，南華路繁文路呢一個係中山繁文路口。咁樣話咧係嘛，又再次印證開我哋嘅從火燭樓落嚟到呢個中山繁文路口啦，然之後再落去就係呢一個江邊嘅中山西貢路口係嘛。所以咧，又再次印證我哋咁樣嘅猜測，就係呢一個地帶咧，係中山路嘅可能性咧係加強嘅，就係咁樣樣。今日嘅位置就係咁樣樣。
所以3點線索我哋小結一下，就係呢一個就係我哋得知嘅分析嘅呢個中山路。咁如果嗰條係中山路嘅話咧，咁樣咧目標建築 C 咧，佢就係位於中山竹灣路口，而且咧佢係喺西南，即係話係喺呢一個十字路口嘅西南邊、西南端。我哋再揾其他線索，就係呢張相片格。嗰張相片格更加好嘅，用更加好角度展示開呢一個水塘啊，同埋呢一個火燭樓嘅位置。我哋睇到喺呢一個照片格，我哋又發現好一個目標建築 C， 就係呢度位置，就係呢一度。我哋放大睇啊，放大睇就咁樣嘅。我哋咧發現咧，佢係同呢個我哋講到嘅 A、B、C 目標建築 A 口係嘛 ，B 口、C 口，佢都係有呢一個鄰近建築係高、矮、最高、最矮。咁樣嗰度咧雖然比較忙，但係咧佢都係呈現呢個高、矮、高、矮。嗰度我想講一句啊，就係呢一棟矮個棟啊，矮個棟咧，我哋見到呢個照片夾就呢度位置咧，佢似乎係兩開間。同呢一邊照片 B 咧，佢好似唔係好對得唔係好上，但係話咧，同時有呢個高矮咁樣嘅呢一個特徵嘅話咧，我認為咧呢一度就係呢一個位置，佢應該係我哋嘅同目標建築咧係同一棟嘅。儘管佢有某相似嘅地方，可能係後面改建啊，或者點樣嘅原因啦，我知道。我認為呢嗰度咧就係同一棟。而且我哋更加清楚嘅知道開就係呢一個係火燭樓，呢一個係南中路嘅永樂戲院，即係呢一棟。通過呢個屋頂同埋佢呢個後面北邊嘅呢一個立面，我哋知道係呢一棟。好啦，咁樣我哋知道呢一棟嘅話咧，我哋再通過放大呢兩棟，就喺呢度。咁樣我認為呢係話個棟就係呢一棟，再過去呢一棟就係呢一棟，咁個度咧就係 G， 所以咧就推翻開我哋之前所分析嘅 CG 係同一條路 ，CG 佢應該唔係同一條路 ，CG 唔係同一條路，佢嘅經度應該係同由西往東應該係首先係 D， 然之後咧再到 G， 再到 C， 呢個經度由西往東咧係咁樣嘅，係嘛？咁呢度我哋見到呢個水塘，見到水塘係嘛？見到水塘。見到火燭樓，咁樣咧嗰張圖片咧就更加好展示開，同時有見到呢個新西啊，更加好展示開嗰隻 HJ 佢埋中山路，而且咧係追 L 路咁樣過去，佢先至有可能今日嘅呢一個中山路嘅走向係咁樣過去，咁樣就更加強印證咗呢一棟目標建築 ABC 佢係位於中山路嘅呢一個西側嘅可能。最後就係呢一張照片月，照片月就係能夠呈現出整個中山路嘅全貌。我哋見到呢張照片月係嘛，佢有呢個火燭樓，有呢個永樂戲院，有新西係嘛。咁呢一度咧就係中山路，呢一度咧就係南環路，佢係比較好嘅呈現出呢個中山路嘅全貌。咁既然有中山路係嘛，我哋推測呢一個目標建築 C 咧，佢係位於中山路嘅西邊。咁我哋發現佢咧，我哋認為個棟就係目標建築 C。你睇一睇呢度位置，呢一棟放大，就乜好望啊係嘛，都係呈現出呢一個高矮係嘛，高矮同呢邊嘅高矮。當然佢呢一個中間呢同矮啊，就係甲同乙係比較對應得上，就係似乎係兩開間，然之後咧同 B 咧對應得唔係好上，但係呢一點我認為唔係好重要。我認為佢個度咧同個度，反正我認為三者咧應該係同一度地方嘅，所以我認為係再次發現開呢一個目標建築 ABC。所以咁樣嚟嘅話咧，我哋就可以最終定位呢個建築 C， 佢就係位於今日嘅中山大南環嘅路口，而且喺西南邊。呢一張就係最後面嘅照片月嘅提供俾我哋嘅線索鐵證。咁我就會整理一下整個呢個試點1、試點2關於呢個竹灣路、蘇梅恩書館同中山路嘅呢一個
考證思路啦。首先就係通過3張圖片 ABC 去分析佢哋係同屋頂係同埋佢哋嘅雙廊建築同埋佢哋嘅開間，認為係同一棟。然之後咧喺呢一個1930年嘅呢個照片 C 咧，發現有相同嘅呢一個建築，所以咧我哋就將呢兩者聯繫上啦。咁將呢兩者聯繫上之後咧，我哋再今期視點2通過呢張建築呢個城景內容分析去判斷出個度咧應該係中山路嘅走向係嘛。然之後咧再通過照片甲同照片乙呢兩張更加好嘅角度去反映得到兩者之間嘅火燭樓啊、永樂戲院啊、呢個南昌路啊同呢個水塘啊呢幾者嘅關係，就更清楚嘅知道開個度可能係中山路。最後尾通過呢個照片乙見到開中山路嘅全貌，咁樣咧呢一棟建築咧，咁樣佢就喺中山路嘅呢個西側，就完美嘅就證實開我嘅考證咧係正確嘅。呢一個就係整個嘅考證思路同整理。正係因為我考證出嚟啦，咁樣所以咧我就做開呢一個梧州街景嘅變遷，就係我就拍開呢一個今日嘅呢張舊照片同而家嘅位置。咁咧個洞商會印書館咧，佢應該唔係正喺呢一條路嘅路邊，佢應該入少少，可能係喺呢一隻位置，南城百貨呢隻位置，即係個度係路，咁咧佢入少少嘅，即係呢一度咧佢有少少空間，所以我認為咧佢係喺今日嘅呢一個南城百貨呢隻位置，就係呢一個商會印書館嘅位置。咁呢啲咧就係我所考證出嚟嘅各張歷史照片當中嘅商會印書館。咁就講晒啦，多謝大家收睇，拜拜。